Hello，大家好，我係小霞。唔知大家讀書嘅時期有冇遇到一啲好老師係盡心盡力、義無反顧咁樣去幫學生教導學生？今日就講下一位不惜拼上自己嘅生命都要保護好學生、努力教導學生走向正確人生路嘅好老師學苗泉水嘅故事。泉水係8月1日生日，獅子座，擁有無效化愛麗絲嘅泉水，因為佢嘅愛麗絲好遲先俾自己嘅哥哥高登堡校長發現，所以佢係冇喺愛麗絲學園讀過書嘅。22歲嘅時候，作為老師去咗愛麗絲學園任教，一入職就任教初等部 B 班。明明自己想教靚女高中生，點知佢係教小朋友。不過唔緊要啦，學校叫我教咩咪教咩咯。有一次泉水路過嘅時候，見到喺度爬梯偷走嘅友香，神野老師提醒泉水呢個女仔係佢班嘅學生。泉水好心提醒友香走光，底褲都俾人睇晒啦，但係反而俾友香串佢，大驚小怪。好心提醒學生走光，反而俾人鬧。泉水呢一刻即刻好嬲咁樣，連人帶梯帶翻友香落地下。呢一幕亦都係泉水同友香嘅第一次相遇。陽光開朗嘅性格，加上生動有趣嘅教學方法，好快泉水呢個新老師就深得學生嘅喜愛，深受學生嘅歡迎，好快咁樣同學生打成一片。但係有時亦都會唔小心俾咗啲麻煩嚴肅工作嘅神野老師。泉水查過友香嘅資料，覺得佢校園生活同埋同同學相處都冇咩問題，就係唔相信大人同埋心理有少少唔健康。亦都知道友香嘅父母係收咗錢之後唔理個女嘅家長，所以泉水都希望幫到友香。另一方面，泉水亦都被高等部校長安排成為特別能力系同埋特別學生，亦都係之後嘅危險能力系嘅指導老師。一直盡心盡力照顧同埋教導學生嘅泉水喺友香嘅心目中已經有咗一定嘅地位，但係當時嘅泉水仲未知道友香對佢嘅感覺已經唔同咗。泉水雖然同升上中等部嘅友香少咗聯絡，但係當泉水知道友香被初等部校長威逼地下工作同埋恐嚇之後，泉水直接霸氣咁樣喺初等部校長手上帶走友香，亦都慢慢肯定咗自己對友香嘅感情。當時點解以為友香中意自貴而有啲嬲？泉水同友香經歷咗好多嘢之後，雙方都確認咗對對方嘅感情，都叫做有情人終成眷屬。雖然泉水俾自己阿哥打完一身，但係我覺得高等部校長同神野老師雖然把口係鬧佢哋，但係個心裏面都係替佢哋開心嘅。泉水亦都會帶埋友香一齊去地下室嗰度探阿玲。泉水嘅無效化能力加埋友香嘅直入能力，其實係對阿玲有好大嘅幫助。但係陰險嘅初等部校長絕對唔會放過佢哋，因為初等部校長對友香嘅盜取能力嘅執念同埋慾望，佢一定要諗方法去搞掂泉水。喺泉水同埋友香過緊兩個人最幸福嘅甜蜜時間之後，泉水被初等部校長叫咗去校長室，佢應承友香處理完事情之後就會返去見友香，可惜依家句說話就變成永別。泉水喺行去初等部校長室嘅途中，遇到喺時間空間入面跌落嚟嘅麥金。當時泉水根本唔知呢個學生喺邊度嚟，而麥金亦都開唔到聲講嘢。直到麥金俾同伴拉返走嘅時候，泉水好似隱隱約約聽到麥金叫佢爸爸。悲劇都係會發生。泉水去到初等部校長室嘅時候，淨係見到已經被初等部校長洗腦嘅阿玲。泉水質問校長究竟對阿玲做咗啲乜嘢？但係呢一刻嘅阿玲已經信晒初等部校長。泉水知道自己之前做嘅一切教導同埋心機都可能白費，但係仍然抱住一絲嘅希望可以救翻阿玲。可惜去到最後，泉水都係俾愛麗絲失控嘅阿玲唔小心殺死。泉水喺死之前諗起頭先經過見過嗰個女仔，輕聲咁樣叫咗一聲麥金，或者泉水已經知道頭先見過嗰個女仔就係自己將來嘅女。泉水亦都永遠咁樣合埋咗雙眼。泉水同友香嘅愛情故事，其實我覺得描寫得好好。泉水嘅思想比較年輕開朗，而友香嘅思想就偏向成熟。鑑於身份嘅問題，兩個人一直都唔敢確認自己嘅感情，但係兩個人喺苦難中嘅經歷，相知相愛，一齊去幫助其他嘅學生，一齊想去努力建立自己將來嘅家庭，所以先可以開花結果，所以先有麥金。雖然幸福嘅時間好短，但係泉水已經問心無愧，盡咗自己最大嘅努力。
夠膽出面對抗學校，出面保護學生，而且仲出心出力去思考如何教好學生嘅好老師真係好少好少。純粹盡心盡力咁樣幫阿玲，努力糾正明海錯誤嘅價值觀，而且當時被阿月用針對性説話挑釁嘅時候，唔單止冇憎阿月，反而仲想教訓初等部校長，純粹已經係一個100分嘅好老師啦。咁大家睇完條片之後，有興趣嘅就去睇返愛麗絲學園嘅原著漫畫啦。下條片我會講有香嘅故事，多謝收睇。